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2，雅各书2章14节安尼讲：兄弟姊妹，若有人讲伊有信，毋过无用行为来证明，有啥路用？迄款的信，减会救伊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信心甲行为相配合来行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上帝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。你满有怜悯甲疼痛，你的信息达到强冲，你的权能遍满全地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我要尊重你的名，我要学习你的伟大奇妙，因为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富，你的阳光永无煞。主啊，求你赐阮真实的信心，互阮毋但相信你的应允，也愿意顺服你的引带。阮毋但是听叹你的话，也要遵趁你的旨意来行。当阮看见人的需要，求你互阮有怜悯的心，也愿意伸手来帮助，因为阮要对你有信，也要用行为来活出你的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